你好，老闆。咁坐台 OK。女裝我搞好咗噶啦，係咪聽日啊？估唔到截頭落網添。啊？係啊，星期日下午啊，有咩幫到你啊？觀眾方面我已經安排好晒噶啦，萬人空巷。等，我頭先講錯咗。啊？你而家11萬粉絲要空11條巷添。哇！實在太墟冚啦！放心，安保方面我做足措施噶啦。借問聲，保安定係兼職學生啊？格局打開。你唔會請咗保鏢啊嘛 ？UNPKF 咩 PK 話？聯合國維和部隊。聯合國維和部隊請咗幾多人啊？一個應該都夠嘅，又睇得又打得。一個團。一個團？好乸貴㗎喎。為咗你，值得。老闆大義，嗱你咁樣，以後你鋪頭嘅宣傳工作，我全部包辦。夠意思？必須啦！另外，我想到時見到一下，你知啦，我咁大個仔都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着女裝啊！千份閪嘢先講啦。活動合同睇就係對我能力最大嘅唔尊重，將我哋之間嘅信任同基本無情地狠狠地掉入咗火山深處焚燒殆盡。係我唔啱，即刻先。咁拍攝方面，你話我話信任與基本。杜琪峰、占士卡梅隆、夠唔夠誠意？掟出過，你簡直就係我再生父母，爹哋。為咗你，值得。爹哋，氣氛都去到呢度啦，你覺得我哋係咪應該要請返啲明星嚟助陣下會好啲呢？你定，又係我定。放心晒啦。啊，星期日係婦女節，你話露絲妹妹、志玲姐姐佢哋有冇檔期㗎啦？格局細啦。你話我細定佢哋細？安保係聯合國維和部隊，導演係占士卡梅隆，嘉賓都一樣要同國際接軌。International 啊 ，Benji 哥有何高見呢？三上悠亞，小小虎男，塗乃木香來。退役㗎咯喎。婦女節啊嘛。哦，實在太讓人振奮啦！係啊 ，Benji 哥，到時候活動結束之後，可唔可以要佢哋3位老師留耐少少咁樣？啊，你隻閪佬！誒，係喎。又麻辣教師又維和部隊咁樣，佢哋趕唔趕得切喺聽日到埗㗎？放心啦，即日發貨，次日達啊嘛。發貨？係啊，啱落好單啊。樂高嚟嘅喎。喂，你咪話喎，而家啲節目真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喎。你睇啲人仔着晒迷彩服，揸晒 AK 咁幾有型啊！仲有直升機送添。維和部隊啊？唔打得都睇得啊嘛。占士卡梅隆咧？我大學個時候讀攝影嘅，個個叫我江南西占士卡梅隆。3位麻辣老師咧？嗱，成部80寸大電視喺度，全天候播放，加埋嗰2個 T 嘅硬盤，啲貨上到你腎虧仲有啊！你老味你！喂，嗱，唔好咁衝動啊！簽咗合約㗎，聽日下晝3點鐘着定起裝過嚟啦。